係工地入面，只要大家你情我願，晚晚都可以做臨時夫妻。就好似工棚後面成日出現嘅50阿姐，年紀50，價格50，一律50，嗰邊直情係地盤班麻甩佬嘅出火樂園。仲有啲臨時搭伙嘅，只要雙方 OK，日日換住玩都得。所謂臨時夫妻，即係為咗解決生理需要，暫時扮公婆一齊住。通常男方出錢，女方煮飯做家務，夜晚就跟真夫妻冇分別。你問我點解知得咁清楚？咪就係過來人咯。講起都係3年前嘅舊事。當時公司接咗丹山卡拉起水電站嘅工程，邊度就唔講明啦，費事俾人認到，搞到冇晒面。上山做嘢，人工係市區入面嘅3至5倍。為咗揾多啲，我自告奮勇跟罪入山。班同事事先提醒過好辛苦，但真係去到先發現呢啲唔係普通嘅辛苦。成座山除咗我哋隊人，鬼影都冇隻。想見活人，行2個半鐘山路去最近條村啦。最慘係網絡成日斷線，10成時間9成半收唔到。喺咁嘅環境，工地最搶手嘅唔係銀紙，而係香煙、燒酒同手機入面嘅鹹片。每日唯一最爽個時段就係開飯鐘數。啲餸雖然難食到嘔電，但係可以見到 Mandy 姐。講真，到今時今日 Mandy 姐都仲係我見過最索嘅女仔。佢塊面白到反光，成個剝殼雞蛋咁，同成個地盤啲麻甩佬完全唔夾，對笑眼彎彎地望落成個雪櫃入面開咗盞暖燈咁。日日OL look 返工，有時趕工趕得滯，心口粒紐爆開都唔記得整，白滑事業線即閃。最晒食係個蜜桃團，行過都帶住到弧形氣流，啲麻甩佬個個睇到眼都突。呢個山卡拉地盤乜都缺，唯獨唔缺鹹濕佬。不過班契弟得個睇字，冇人夠膽埋身。你知啦，公司規章下鬼咩？ Mandy 這個護身符先至夠殺食，就係佢個歲半人仔。個女行路仲係搖下搖下，但嗌媽咪嗌到鬼死咁清脆，對眼同黃生餅印咁款，個鼻哥窿又同李生撞樣。李生同黃生分別係地盤大亞哥同二當家。至於個女究竟邊個經手，成個地盤都冇人敢督爆。你知啦，呢行做到話事人嘅，邊個唔係食慣夜粥？所以 Mandy 姐就算自己一個困喺深山野嶺地盤，反而最安全。通常嚟講，2個零月啲臨時夫妻檔就開始蒲頭。後勤阿姐、財務妹妹，甚至啲女測量員，萬萬都頂唔住啲麻甩佬嘅死戰爛打。財務部阿頭叫林淼淼，3仗嘢左右，未婚，出名豪放，勁過啲油麻地果欄大姐。我班主楊浩唔知用咩橋搭上佢，晏晝同佢劈咗2杯就帶返宿舍。大白天1點就着，即刻開波。林淼淼完全唔怕醜，將爛床搖到吱吱聲，但都唔夠佢嗌得大聲。宿舍將碌架床拉塊布簾就當私家房，完全唔理下面6條麻甩佬瞓緊覺。成間房班兄弟餓足2個月，邊個頂得順呢啲聲？有個膽生毛嘅兄弟直接開火。楊浩，你跳粉牆識唔識？去地盤搞啊！我哋講嘅地盤即係施工位，另外仲有工地邊嘅貨櫃屋，呢2個位係老司機指定炮房。貨櫃屋係嗰班50路後勤阿姐揾外快嘅地方。50歲阿嬸50蚊雞，一律50，專益高齡工友。至於地盤就係偷情升地，食飯同透暑時間鬼影都冇隻，任你點嗌都唔怕嘈親人。班兄弟叫佢哋去地盤搞，合情合理啦。點知林淼淼真係癲嘅，楊浩都未出聲，佢已經扯火。嚟，你過嚟，阿姐我1拖2都得，費事你哋眼紅。個兄弟即刻笠住鼻竇認低威，林淼淼仲要追住笑，切冇腰骨。好彩楊浩唔係長氣袋，好快完事。林淼淼索性攬住楊浩午睡，佢2個就瞓得着，全房兄弟眼金金。餓足2個月真係人都癲。唔知點解我突然諗起 Mandy 姐，嗰副身材，嗰條蛇腰，嗰對長腿，諗到我不停吞口水。朦朦朧朧之間，佢竟然出現喺我張床，頂，真係谷到爆啱。我彈起身衝去沖涼房，一殼接一殼凍水照頭淋。淋到差唔多返工先壓住到火，我捽住濕髮返宿舍，正撞見林淼淼同楊浩起身。哇，阿傑仔原來你咁大隻㗎，成日落地盤嘅人邊攰有膽？雖然唔算好勁，但夠紮實。林淼淼睇到眼金金，仲誇張到咕一聲吞口水。我即刻耍手擰頭，阿姐咪玩啦，我仲細個㗎。我遇氣凍鍋水，3張幾嘢人仲食嫩草，死及住我哋班後生仔，面皮厚過地盤啲鋼筋板啊！林淼淼就完全唔怕醜，3爬2撥執靚套嘅衫，踢住高踭鞋衝出宿舍，
阿傑仔，你副巴你家姐我收貨啦，返去同班姊妹唱通街先。講完就閃水，唔使2日，楊浩就申請咗劏房。呢度地盤慣例嚟嘅，班麻甩佬做完工程新火，唔揾窿路卸火點得？啲單人房專係俾鴛鴦檔同臨時夫妻用嘅，你咪以為公司咁好死，月要上繳房租㗎？成個項目計落，淨係劏房收入都賺到笑啦。楊浩同林淼淼組咗隊搬出去，班兄弟酸到面都歪，我反而冇乜所謂，佢仲走嚟撩我。阿傑仔，你真係唔穩健組隊，你睇我有咗滋潤，近排滿面紅光，成個發水麵包咁啦。黐冇癮，我直接彈中，佢掟支煙過嚟，笑到4萬咁口，驚甩唔到身啦。放心啦，揾淼淼姐同你揀件，呢行老規矩你知啦，仲有2年半散病，完咗項目各行各路，係唔係好覺得整？跟住佢突然露出鹹濕笑，今年6件畢業生，你件頭最靚仔㗎，淼淼姐親口。見我揸實拳頭，條友即刻彈開3丈遠。喂喂，佢講咋？我開工先，線腳流得比地盤啲泥頭車仲快。我新仔落地滿肚大志，地盤啲殘貨貼錢我都唔睺，仲要我按規矩月上工，戇居仔先做啦。除非對方係 Mandy 姐，如果係佢，我即刻科水都滯。諗到呢度突然咔一聲。財務室道門打開 ，Mandy 姐拖住個女行出嚟，佢抬頭掃上我哋呢層樓，同我對望半秒，即刻低頭，急急腳拖住個女消失喺轉角位。要慳啲啦，我呢啲碎銀點啃得落 Mandy 姐呢件極品啊？退一步講，就算荷包脹爆，都唔敢同個女親生老豆鏈過啦。你睇李生黃生班跟紅頂白嘅大佬，分分鐘揸住幾條人命㗎，搞佢哋啲女人嫌命長咩？嗰陣嘅我點估到？2個月後居然同 Mandy 姐突破負18厘米距離，係負數啊喂，係咪聽到都扯旗先？契弟們開飯啦，快踢埋你班鹹濕 friend 過嚟咩世界頻道，齊齊食花生睇大龍鳳。我係今期花生佬，超級賤人，跟住我個節奏，個個變開心戇鳩。嗰日地盤主體結構終於封頂，挨足4個月全場歡呼，連黃生李生2個山大王都舉拳頭喪嗌。正當班友蟹到震，黃生仲加碼派彩蛋。手足們金鋪打得靚，公司決定放2日假，聽日有旅遊巴接駁去縣城，各組亞頭帶隊，晚餐、夜場同住宿全部雙倍津貼。明午地盤門口集合，後日午飯後返歸，有冇問題？冇，成個地盤震到似冧樓，班麻甩佬興奮到漏夜傾偈，有人諗住去銀行過數返鄉下，更多係研究縣城啲愛心姐姐咩價位。地盤人生就係咁，鹹濕同現實撈埋一碟。身為組頭嘅楊浩呢個時候好識做，特登返嚟大房搞民主投票，6條有5條鹹蟲，結果全票通過落縣城食碗車仔麵，直踩 K 場。楊浩搭住我膊頭話：出嚟捱要識慳，慳得就慳，屎得就屎，飯求其隊飽個肚，酒就要劈到七彩，劈到高潮啊！第2日落到縣城，楊浩條粉皮真係帶我哋食6蚊碗嘅陽春麵。求其隊飽個肚就跟茶餐廳老細打龍通，使多嚿水換咗1200蚊 K 場代金券。下晝4點幾班友已經嗌生晒，快腳啲啦！靚女俾人抹晒就喊都無謂。點知呢啲山卡拉場夜總會要等到天黑先開門，6條茂利焗住揾間茶居打牙鉸，鋤大啲鋤到6點9，楊浩即刻卜除埋單，一支箭標去全縣最豪嗰間 K 場。我費事做水魚，班友揀女時自己匿喺後巷煲煙，食食下突然硬晒態。成班財務部阿姐有講有笑行緊過嚟 ，Mandy 姐企正中間，搶眼到似會發光。林淼淼呢個八婆眼尾掃到我，即刻誇張到拆天。喂啊，唔係我哋監公仔張公子咩？成班八婆跟住起哄，得 Mandy 姐死死氣得低頭。頂！我堂堂地盤監工，點可以俾班娘們騎住？即刻反台，做乜啫？嚟搵鴨仔啊！林淼淼即刻潑婦上身，叉住個水桶腰喺大街開喇叭，係阿吹咩？淨係你班麻甩可以叫雞，我哋唔叫得鴨。我側身俾班八婆入場，聽到林淼淼拍台咆哮，同我搵件靚仔，要靚過門口你條茂利，唔係就退錢。我懶得你班癲婆，食多2支煙先返房。點知楊浩班友竟然冇叫女，條友攤大手板，最嫩嗰件老過林淼淼，最索嗰件醜過林淼淼，點落口啫？車，我尷尬咁笑咗聲，咁嘅質素真係跌穿地心咯，早知同林淼淼劈好過啦。楊浩即刻面黑，我仲要加多腳，你夠薑就叫佢過嚟落，咪喺隔離房咯。點知條友真係閃電衝出去，5分鐘後扯咗成班八婆入房，酒錢俾咗唔好嘥，今晚個個放生豬，天光就當咩事冇發生過。
明唔明？楊浩拎住支米扮大佬，我望住坐隔籬嘅 Mandy 姐，個心離一離。班麻甩佬餓足4個月，真係豬乸變貂蟬。班財務妹扮晒矜持3秒就破功，唔知係特登定個天玩嘢。Mandy 姐偏偏坐落我側邊，佢塊面喺暗燈下泛住淡紅，靚到黐線。飲到酒陰後，楊浩掟出副啤牌嚟料玩皇帝牌，未等人拒絕已經派牌。呢啲場合玩呢味，擺明要抽水啦。林淼淼即刻接波 A 至6麻甩牌，7至 K 女牌，頭冷抽中鬼牌嘅財務妹，下到面都清。林淼淼同佢咬完耳仔後，條妹拎住支米手震開講，第一 round 要割好意頭，去頭去尾啦。A 同 K 要打茄輪10秒，屌頭 round 就玩到咁準。我眼角掃到 Mandy 姐手揸住張旗，個心砰砰聲跳。我學賭神咁死命捽牌，個腦諗爆頭。哎呀，快現身！未等我開牌，楊浩已經舉牌喪嗌，我係 A， 邊個旗？快啲自動現身！佢對眼好似 X 光機咁掃射班女。Mandy 姐隻手震到想拎酒杯，我唔知邊度借膽，一手冚住佢手腕，閃電換咗2張牌。我舉起棋牌斜笑，老楊嘴唔嘴？哇！全場尖叫睇戲，楊浩即刻縮沙，掟牌爆粗，屌黑到爆！點解派俾你條粉皮？佢自己派牌冇得賴，硬啃3兩杯懲罰酒，飲完成面豬肝色，早知換 Mandy 姐嚟啦。Mandy 姐揸實褲腳面紅紅，楊師傅咪咁啦。林淼淼一手抓落楊浩腰，再黑 Mandy 試下，楊浩條友痛到彈起，下一籃，跟住幾鋪都唔關我哋事。我同 Mandy 姐好似睇 AV 咁睇住班友互啃，越玩越出位。我哋兩個戇居居排坐，為咗化解尷尬，我細聲問個女呢？擺咗喺賓館，王姐兩公婆幫手睇住。王姐兩公婆係搏老命揾錢寄翻鄉下嗰種。Mandy 姐個女擺俾佢哋睇都算穩陣。氣氛又死直落嚟，我諗爆頭都揾唔到話題。呢個時候新一籃開始，林淼淼抽中鬼牌喪嗌，3號同9號要面貼面磨豆漿，磨到扯旗為止。我眼角掃到 Mandy 姐手震揸住張9，佢下咗聲引嚟隔籬八婆，條八婆搶牌一睇即係我哋 Mandy 中頭獎。邊個麻甩有運行 ？Mandy 姐面紅到上耳仔根，我正想開自己張牌，個 roommate 突然彈起，係我啊！伸對鹹豬手過嚟，靚女嚟啦 ！Mandy 姐死氣拎起酒杯，我飲一啖懟落喉，面珠即刻紅過關公。班八婆又起哄，睇嚟你唔得米喎，條 roommate 面皮厚過地盤牆，你要唔要試真啲？跟住半個鐘 Mandy 姐好似俾鬼跟，連中6籃，班八婆開牌開得仲快過佢。3兩杯懟完一支大啤，佢托住個胃作嘔個樣，我睇到都扯火。好彩黑氣唔會無端端消失，只會過戶俾下個。今次輪到我食死貓，連中8籃，懲罰都費事聽。總之唔係 Mandy 姐就懟走，飲能晒佢，酒精上腦個膽都大咗，跟手落場癲埋一份。楊浩托住個女仔做深蹲嗰陣，成個場嗨到拆天，班友乜形象都唔要，喪嗌喪跳。新一籃林淼淼揸住副牌。踩上台喪嗌，邊個做皇帝？班醉貓睇完牌都擰頭，醒嘅幾個都話冇。林淼淼想收牌嗰陣 ，Mandy 姐突然舉牌，我係皇帝。佢搖下企起身，奶空，今鋪玩盡啲，出橋啦！男嘅要伸手入沙摸，女嘅要摸到男嘅扯旗，仲要打茄輪，仲是多啤梨。Mandy 姐好似嗨大咗，張開手笑，全部要照舊 AK。我望住手牌嘆氣舉手 ，A 喺度。班八婆即刻開牌，最後剩低林淼淼未開。林淼淼條八婆笑到見牙唔見眼，細路今次家姐要食嫩草啦。佢拎起牌睇完，突然腳軟拍台，唔好意思，有啲暈，起身嘆氣，差少少。我係 Q， 我個腦叮一聲，條八婆拍台嗰陣偷龍轉鳳，沉底嗰張先係真皇帝牌，即係話楊浩翻開底牌嗰刻，成個場靜到蚊飛過都聽到。Mandy 你係 K， 自己定嘅規矩。照飲 ，Mandy 姐死氣望住個懲罰杯，隻手慢慢伸過去，我個心突然抽住，點解我會戇居居覺得佢留到最後就係為咗同我玩鋪景？我算能咩？夠膽同大佬爭女？頂！與其俾人彈中，不如自己攞威。我伸手想拎杯，佢快我半步揸住杯酒，正當以為要飲，佢突然手腕一翻，琥珀色酒液成條瀑布咁射落垃圾桶。罰我認，哇！班八婆嗌到拆天，下一秒佢轉身勾實我條頸，兩片滾燙嘅唇直接印埋嚟。Mandy 條脷撬開我牙關嗰刻，
我咬住唔放，我隻手不自覺攝入佢衫底，佢唔敢漏咗聲，對唇仲係度攻城略地，唔知癲咗幾耐先鬆口，鼻尖對鼻尖睇住佢對蒙豬眼，仲未回魂又俾佢咬住頸，啜一聲痛感撈住快感衝上腦，佢指尖篤住粒草莓笑到糖黐豆，出汁啦！我報仇咁噬住佢耳珠，舌尖玩到出神入化。唔哼佢推開我嗰陣，面紅到似火燒雲，夠皮啦衰鬼！望住呢件人間極品，個心突然抽一抽，咁正嘅女點解要跟大佬？佢完全唔理班友睇到晒嘴，攬實我條頸瞓落膊頭。楊浩條醉貓突然爆粗，屌你兩個真係喪過拍 AV！林淼淼一巴聲落佢天靈蓋，收爹啦死醉貓！成班八婆即刻借啲意扯人，三個財務妹拖住我班兄弟，話要上房傾公事。5分鐘唔使，成個 K 房剩低我同 Mandy 姐，射燈仲轉緊，但成個場靜過鬼。佢執翻好件衫，要翻去睇女啦。我衝口而出，落樓見楊浩同林淼淼仲同老細拗緊數，我同 Mandy 姐打個眼色閃人，門口傳來2把聲前後腳接住。阿傑仔，今晚玩盡佢，聽日就斷纜架啦。行出企場被冷風一吹，個腦反而清過蒸餾水，成個地盤得 Mandy 姐係我杯茶。既然要癲就癲盡佢，我一手冚實佢凍冰冰嘅手掌，佢震咗震但冇甩開。月光下我哋好似拍拖咁行到賓館樓下，你邊間房？佢呆咗呆拎房卡，我搶過手扯佢上樓，一閂門就推佢落床，劈到天光先散晒。細路女喊聲吵醒我哋時，Mandy 姐盲中中攬實個女 ，BB 唔驚，空瞓個女先對我豎手指噓聲，我瞓到日上三竿先醒，個女坐床邊睇電話，廁所傳嚟水聲。我赤條條衝入去，個女醒，佢咬住唇唔出聲，反而更撩火。第二輪肉搏戰後，佢閃身走人，我沖涼沖到皮都甩。地盤臨時夫妻有長糧有即食麵，出呢度門口就要收聲。但係我死命捽塊面，唔敢諗最恐怖嗰個結局。沖完涼圍住毛巾出嚟 ，Mandy 姐已經執好衫坐床邊梳頭，床單上面幾點梅花紅嚇到我指住喪嗌，屌，唔係花。佢望住我黐一聲笑，指指床尾。個女都歲半啦，你諗咩啊？咁呢啲撞紅燈啫，佢答得理所當然。退房前我攬實佢錫到入肉，出咗呢道門就各行各路。坐旅遊巴返地盤嗰晚，我攤喺床煎魚咁反轉，成腦都係佢對腰窩。越叫自己唔好諗，越諗到黐線。我想獨佔佢，但佢係大佬嘅女人，黃生定李生，我只係嗰個二五仔。佛祖話人生百苦，我一次過中晒。求唔到同放唔低，真係苦過弟弟。之後嗰個禮拜搏命開工，一得閒就諗起佢對笑眼。規矩就係規矩，臨時夫妻爆煲冇好下場，何況係搞大佬條女。我驚自己頂得順，但驚佢頂唔順。班兄弟俾我搞到慘，縣城搏翻嚟啲白酒7日清袋。第8日借啲意鬧班判頭，點知班友反台，黃生李生走晒啦，你扮撚晒大支爺。2個大佬走咗，我個腦即刻叮一聲。問真啲至知黃生李生本來就係空降部隊，任務係唔理成本攻陷最難嗰 part，搞掂就換班識慳錢嘅總工接手。2個大佬要轉場去新地盤，即係永世唔返嚟。我嗨到跳起，連 lift 都唔等衝落樓，跑到財務室門口執靚個頭先拍門。開門嘅八婆即刻黑面，張傑你發咩癲 ？Mandy 姐，佢唔喺度啊！我火遮眼想衝入去，條女死頂住道門，廠財務室炒得㗎，炒魷魚 ？Who cares？Mandy 姐走咗，跟住大佬走咗，個胃突然好似俾人揸住咁酸軟，對眼起晒霧，腳軟軟線低埋。條八婆嚇到嗌：快啲嚟人！張傑抽筋啊！出納阿姐衝出嚟睇2眼就明晒，搵 Mandy 請咗假返屋企啊！我即刻彈起追問：跟大佬走咗，忙乜啫？佢老豆過申請喪假，淼淼姐跟埋去幫手，快啲啦！走咗2個人做到癲啊！白屎請假。林淼淼跟埋去，即係佢會返地盤，唔係跟大佬走。我個腦海撈埋一嚿雲，淨係知要見佢。我理 Q 得咁多，我揾到楊浩，然後拍心口同保證工期，然後楊浩放任，放心去。我咩？但3條中華走唔甩，我跟手跳上材料部架車衝去縣城。到步先醒起冇地址，地盤收唔到信，班友連手機都唔多用。去到呢個地步，唯有用絕招，打俾人事阿姐。氹到口乾加個大利是，終於拎到 Mandy 份 CV， 睇到冇校名個黑呆咗，工商管理2 3，直頭係我師妹。早知嗰晚唔使尷尬啦。
博取買高鐵飛再包白牌車，一日殺到佢鄉下。村口截住個擔姐阿姐，知唔知唐末你屋企？咩末嚟啊？老唐嗰單白事就知。阿姐即刻開籠咗咁講，老唐個女俾人搞大個肚，跟住個仆街走咗佬。老唐老婆激到冚鳳冷，老唐自己都黐咗線。講完之後，佢捻手指20蚊我掟錢先指路，跑到間外牆甩皮甩骨嘅村屋，靈堂冷清清得林淼淼着住黑衫喺度剝瓜子，見到佢個心先定啲。淼淼姐，我喪跑過去，佢擘大個口游幾次眼先信係真。Mandy 出嚟睇邊個嚟咗？披住麻嘅 Mandy 姐行出靈堂，望到我嗰刻對眼即刻紅晒，衝過嚟攬到實一實，箍住佢嗰秒，個世界先至真實返。我碌爆張卡以女婿身份搞掂場喪禮，全程俾林淼淼鬧到飛起。原來 Mandy 姐條命苦過涼瓜。2年半前佢家姐同個古惑仔撻着，帶住個肚時條仔就入冊，家姐死都要生，屋企冇錢去醫院，揾接生婆搞到難產。阿媽激到斷氣，老豆黐埋線，得返 Mandy 姐孭起頭家。林淼淼睇唔過眼先收佢入公司，仲俾帶埋個女返工。原來 Mandy 揀呢間公司係為咗我。大學嗰陣我係籃球隊王牌，日日有女 fan 送水，邊會留意觀眾席個怕醜師妹。後來佢打聽到我喺呢間公司，博取入嚟做，點知我做地盤佢做 office， 完全冇交集。直到今次項目開5倍人工，林淼淼帶隊入住，我先至撞返佢。地盤啲八婆講是非佢全部知，但林淼淼教路，俾班友估係大佬個種仲安全，所以次次有人問個女邊個經手，佢都笑唔答。每日佢最中意帶個女去地盤外圍散步，實情我個監工範圍就喺附近。林淼淼個 team 個個知，但邊個男人會接盤？直到慶功嗰晚，林淼淼同楊浩夾埋做媒，但 Mandy 有個死線，要接受個女，就係咁，佢收收埋埋唔敢諗我會接盤。嗰晚之後佢講大話，話撞紅燈其實係第一次，佢驚我因為呢個理由勉強接受個女，咁樣對大家都唔公平。返到地盤我哋各自捱相思劫，我怕大佬報復唔敢揾佢，佢以為我當臨時鴛鴦，加上林淼淼成日教壞細路，地盤情慾過眼雲煙，搞到 Mandy 更加收埋自己，直到佢老豆仆街走咗，派出所打爆公司電話，呢個世界剩返個女同我。之後我哋搬入劏房同居，佢終於可以挺直腰骨，個女係我家姐個種。半年後project完結，班臨時鴛鴦各散東西，楊浩扮心情想攬林淼淼，被一腳伸開，收皮啦！下個project人員表有你個名，條友即刻擔遮走佬，林淼淼追住佢博取，今次都要同房。我望住板房感慨 ，Mandy 篤手機，買南溪定福苑好？南溪校網正彈貴，福苑平靚正彈。1個月後影婚紗相，攝影師喝住，新郎哥咪齋笑，望住我手指，1、2、3 ，Mandy 扭我大髀，快啲啦，仲要返去執愛巢啊！外母教個女，到時遞戒指俾老豆，唔係媽咪啊！個女大聲應知，紅寶仔放喺手袋，我望住偷笑，今次真係臨時工轉長工咯。